2008是如此兵荒马乱的一年。随着高考倒计时一天天过去，刘洋他们怀着像影院补习班时那样的信心，做最后一搏。普寒路依然是大家心底的光，从没变过。2008又是如此不同的一年。当大街小巷洋溢着迎接北京奥运会的热烈氛围时，一场大灾难猝不及防的降临。电视上说，多难兴邦，每个人都在真心的祈祷，祈祷阴霾终将散去，在与久违的阳光重逢。为08年的中国，也为08年的我们。金老师，你看你这么大的事，自己一声不吭的请了假就要去汶川。按理说，我们应该给你好好办一个欢送会的。行，那就送到这儿吧。这样吧，回来呢，我请老师们聚个餐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我得去和救援队会合。行，一定平安回来啊！好，谢谢主任。主任，校长找您。你送送。哎，金老师，以前总以为你就是个只会捣鼓机械的闷葫芦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面呢。怎么瞧不上我们理工男啊？啊，你别看我玩了这么多年无线电，这关键时刻还真能派上用场。你说的那个无线电真这么厉害？哦，在大灾难面前，电力和网络呀都容易大面积瘫痪，常规的电话、手机都用不了。这时候，无线电台通信就成了最重要的通讯方式，没有之一。那等你回来，你教教我吧。哎呀，我只是个业余玩家，你如果真想学的话，将来报考专业可以往这个方向考虑。我想想。哎，行了，不跟你多说了，有人来送我了。行，那你自己多保重。回头见。安全。哎，师傅。林千羽，刚你们说什么呢？金老师是个爷们儿，阿姨眼光真好。哎，人家俩人依依惜别，你上去干嘛呀？哎，你懂个屁！哎，去那边救援，注意安全。哎，你要是能……听说那边时不时还有余震，注意安全。哎，你别高兴太早，我是怕你上那边有个好歹的。我妈在家，她就担心你。圆圆，这种时候不行说不吉利的话。你现在就胳膊肘往外拐了。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该坐车去了。那你们多保重。金木老师，等你回来之后，上我们家吃个饭吧。哎，媛儿姐，带下刘洋，这儿，解放了，兄弟们，快来，来，给你们按一按，放松一下。哎，刚在考场门口没看着你们，还以为你们闲着不来了呢。这可是你们仨的人生大事儿，怎么可能不来啊？我们第一时间就在这迎接你们了。就是，哎，告诉家里晚上不做饭了，想吃什么我请客。哇，我要吃那家新开的巴西烤肉，这2个月学的都快傻了，我今天要狂炫5盘肉。没问题，想吃什么我都请。唉，就这么考完了，姐的10年寒窗啊，就这么结束了。哎，儿姐，那你们这次考试发挥的怎么样啊？还不错吧？哎，先别问考得怎么样了，先玩2天吧，等到时候再说。哎，对，是。哪有心情玩啊？过段时间在家看看奥运会得了。于哥，要不要给宝涵路打电话，问问他要不要一起说一声？
打了，还没接。我还问了问卜叔叔，卜叔叔说他最近还是没出门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路过报兰亭的时候，你提醒我，咱们再给他买几本天文杂志。买给汉路吗？嗯，反正先买了，攒着呗，等他好了再给他看。就是不知道他还爱不爱看那些杂志。前段时间一直复习，都没来得及问你。芊芊姐最近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之前跟卜寒路在河堤上把那些话都说清楚之后，回去就发烧了，最近更严重了。我爸妈就准备先让他到省医院住院，我也去。芊芊姐也太辛苦了，挺了这么多年。唉，人嘛，就是这样，有个念想就能硬撑着，一旦连这个念想都没了，人就垮了。芊芊姐这么多次都挺过去了，这一次也会没事的，你就放心去。嗯，你记得再去省城陪你。好，走吧，吃烤肉去。走走，走，我干5盘肉。坐那么久的车，慢点。来，妈，给我。来，快先坐下。芊芊，坐那么久的车累不累啊？哎呀，开始我就说让你一直在这待着，你说你非往家跑什么呀？妈，我真没事儿，你跟我爸快去忙吧。看，我和你妈要去找大夫们开个会，商量一下你的治疗方案。千羽，哎，照顾好你姐，放心吧。等下把行李再收拾一下啊。嗯。睡一会儿啊。走吧。你也别忙了，快过来休息会儿呗。我没事儿，你歇会儿。你过来陪我说会儿话嘛。也行。我有个预感，我这次好像撑不过去了。你瞎说什么呢？真的，治病跟了我10几年了，我也累了。我有时候就在想，当时我要跟卜寒宇一起走就好了，还能有个伴儿。走什么走？往哪儿走？这事儿你说了可不算，老天说了算。你是不是很久没见小鹿了？他怎么样了？是不是生我气了？他从那么长的一段梦里面醒来，他总得有点起床气吧？你就好好养你的病，等他想通了，自然会来找你的。其实我最讨厌住院了，我也很讨厌医院消毒水的味道。这次住进来又不知道要住多久。要是卜寒宇还在就好了，他还能偷偷的带我骑车出去玩，就算什么都不干，在路边傻乐一天也挺好的。你妄想跟我串通啊？我可不是卜寒宇，我才不带你出去玩呢。你答应我件事呗。要是真到了那一天，别让我憋屈的死在医院里，带我去哪儿都行，好吗？咱们上次去省城看芊芊姐，韩露还跟我们一块儿呢，这次就咱们5个了。要不我还是跟汉露再说一声吧，万一他想通了，还能来找我们。暑假过完，咱仨可就各自滚蛋了。小丫头片子可真够狠心的，愣是一面都不见咱们。我们几个算什么呀？现在芊芊姐才应该更难过吧？她一直把韩露当亲妹妹看，现在病这么重，她连一面都不肯见她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
万一芊芊姐这次没挺过去，不寒露得多遗憾啊！你别那么说，寒露不来肯定有他的苦衷，咱们多给他一点时间吧。芊芊姐情况不太好，我们去省城看她，你来吗？姐姐，你说我要去看她吗？姐姐，我查过了，我的前庭神经功能不满足当飞行员的条件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大家。你说，我们努力了这10几年，也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拖了这10几年，为什么还是走到今天？我接受不了，我实在是接受不了。我们真没有，身为医生却救不了自己的孩子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替芊芊去死。老天爷呀，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残忍啊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这林千羽也不接电话，住院部到底在哪儿啊？前面好像是。那个是不是于哥？哎，我说是。我于哥他怎么了？林千羽，你怎么了？我觉得，我现在快不行了。我想请你们帮我一件事儿。
你说，玉刚，把我姐偷出来。一会儿我和他想去屏风，你们让你他们俩注意力。去看11床林芊芊，我姐。嗯，知道。啊。哎，咱这是重症区，非病人家属不能进入。这是我姐男朋友，都快领证了，是吧，姐夫？对对，走吧，小舅子啊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妈，陈先生他们几个过来看看姐。哦，我说人太多了，就没让他们都上来。哎，阿姨好。谢谢你们啊，这么远来看芊芊。哎，你爸说出去透透气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哦，我刚碰见他了，和我姐主治大夫正在聊天呢。哦，让我过来叫您过去。哦，好。那你在这儿守着你姐啊，千万别睡着啊。她现在分分钟都可能出现状况。妈。啊？我姐她……你姐她怎么了？我姐她说，她很爱你和爸爸，很爱很爱。你们做你们的孩子很幸福。这位姐姐，我关注你好久了，可不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啊？我孩子已经3岁了。三。其实我关注的是你，姐姐。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搭讪，所以只能和你同事套近乎。别看我还是个学生，但是我可体贴了。不信你问我的朋友们。超级体贴，非常真的超级体贴，非常体贴。走不走？不走就保安了。就算了，我们只是想聊联系方式。慢点。衣服，啊，姐，走了。我们刚毕业，就是想来当护士。你别看他就是需要实习，这是他的梦想。我想来了解一下。是，没错。哎，安静点，这里是病房，赶紧散了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也想当护士，他从小就想当护士。不用工资的，我当护士，他现在可真叫保安了啊！快帮我包扎一下，我手受伤啊！小姑娘，你这个得去急诊找外科啊！我晕血，
啊，行行行，你跟我过来，我给你处理一下吧。哈喽啊。哎，对，哦，不舒服。哎，我这个行了行了，别在这胡闹了啊！哎呦，这里是医院，你只需要休息。看看你们医院，姐姐怎么医疗效果这么好，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脑子里的水给他挤出来？要不然他脑子血管耳朵里有那个血管。10年视力疗效出来了。于哥，等等我们。卜安洛，谢谢。安洛，你这是故意把自己弄伤的吗？这么严重，肯定会留疤吧？不要紧，先忙正事儿。是小鹿吗？我好像听见他声音了。芊芊姐，是我把我带出来了，真好。对，姐，我们出来了。你想去哪儿？你告诉我。走吧。想去看北京奥运。好，去看北京奥运。找个热闹的地方。找个热闹的地方。又来了，还是这东西。于哥，那有个大排档，咱要不就在这儿吧？好。小心台阶。好，你们几位呀？8位。8位是吧？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请问这位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喝多了。哦好，啊，你们坐这里啊。哎，你好，哥们儿，这有人吗？这个来，刘洋，来，慢点。过来吧。现在在播什么呢？男篮，中国对德国。真好，我最想见的人也来了。餐具来了，来给我吧，给我吧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大象，咱俩去点菜吧。走。哎，你们看你们看，我们现在可是已经毕业了，我们仨喝点酒，你们几个小屁孩儿就喝饮料。行，我们喝饮料。来，姐，大象。敬卜寒路回归，就我们7个又重新回到一起了。对，也敬高考结束的3位，敬北京奥运，敬我姐，敬芊芊姐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
姐姐一直以另一种方式陪在我身边。也谢谢你，做了我这么多年的姐姐。薄寒雨，我说过，我们终究会再见的。在林芊芊离开的那个夏夜，在所有旧梦被画上句点的那个夏夜，少年们被宣告长大，无忧无虑的青春也被宣告散场。有人欢呼，有人哭泣，有人离去，有人向前。时光最是不讲理，我们却无从反驳。回去吧。芊芊，芊芊。你姐姐本来这个时候还是活着的，她还可以多活几天的，哪怕是1天，哪怕是1个小时也好。让妈妈再看看你，芊芊。你再跟妈妈说说话呀！你怎么忍心不让妈妈见你最后一面啊？你平时怎么活的？我跟你妈都没有管过你，可
这次你太让我们失望了。爸，妈，对不起。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最后的时间，我们没能陪着你姐，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这辈子最大的失败，知不知道？喂，哎，爸，倩倩没事儿。对，哎，行，你跟妈不用担心，没事儿。啊，对，现在忙着呢啊，我回去再跟你们说啊。哎，你跟妈早点休息。哎，爸。爷爷奶奶那边怎么办？你回去先不要告诉他们。可是他们迟早会知道啊！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你俩让他们都回去了。我让他们都回去了。你怎么没一起回？我陪你。你不愿意解释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带芊芊姐出去不是因为任性。解不解释都一样，我们都没办法接受。要不要哭一会儿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哭不出来，总觉得姐姐还在。要是你的话，你会如实告诉爷爷奶奶吗？会的。抱有希望太久，才发现一切都是假的，比一开始就知道真相更难过。
爷爷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小雨啊，回来的正好，一会儿啊，帮爷爷奶奶把行李拎上车。哎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去省城看芊芊，她这次去了那么久，你爸妈一定累坏了。我和你爷爷去帮帮他们。不用不用，已经请护工了。而且我爷爷腿脚不好，出不了远门。哎，我不要紧啊，是你奶奶想芊芊了，还炖了这个卤猪蹄子。哟，就我想啊。那是谁一大早天不亮就跑到城东头买了这个桂花糕回来呀？芊芊最喜欢的。得了吧你，赶紧的，小雨拎行李，我们赶早去，让他们吃上热乎的啊！对，走走走，来。不是爷爷奶奶说了不用你们去。哎，这，你告诉我们。是不是芊芊有什么问题啊？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姐她挺好的。那你拦着我们干什么呢？我们得早点去啊，让他们吃上热乎的。林千羽，呀，你怎么小鹿来了？好久没见爷爷奶奶，来看看你。小鹿啊，真乖，快来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来，给你倒上苹果茶，你不是最爱喝的吗？来，趁热喝上一口。小鹿，你是和小雨一块从省城回来的吧？嗯。哦，那正好。小雨这孩子啊，他说话，小鹿啊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跟我们说实话，芊芊情况究竟怎么样了？对，跟爷爷奶奶说说啊。芊芊姐她，姐姐，他们说你生的病治不好，我害怕，我不要你死。是医生弄错了，姐姐的病没那么严重。你以后不许偷偷跑到水边去玩了，知不知道？弄错了。这次住院已经全都治好了，明天咱们就回家。你没骗我？姐姐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现在连姐姐的话都不信了，是不是啊？姐姐。那你要答应我，永远都不死。永远都不死啊？那不是成了妖怪啦？反正现在不许死，100年，对，200年以后再说。好，那拉钩。拉钩。芊芊姐她很好，她昨天还穿了新买的裙子，说要拍照给爷爷奶奶看。是吗？我刚去洗照片。哎呀，大爷爷，快看看！哎呦，这裙子好看。哦，小鹿啊，谢谢你了啊！爷爷奶奶，现在国外研究出的特效药能治芊芊姐的病，明天叔叔阿姨就带她去国外治疗了。啊？明天就出国啦？他们怎么也没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呢？对，我姐怕你们知道了之后，非要着急去省城找她，所以就没让我说。这不我刚才拦着你们不让去吗？原来是这样。行了，你不要担心了。他这个病啊，治疗是有希望了。对啊，去国外治疗，太好了。是。小鹿啊，到饭点了，
奶奶去给你做好吃的。不用麻烦了，奶奶啊，我刚回来还得去家里报个平安，改天再来吃您做的饭。也是哈，奶奶都高兴糊涂了，赶紧的，先回家休息去啊。爷爷奶奶再见。小雨，哎，你送小路，哎，走，把她送到家啊。我以为你是来，以为我是来告诉他们真相的。嗯。其实来之前，我是准备实话实说的。那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因为我发现我说不出口。我突然间就在想，很多年前，姐姐面对着我，是不是也是一样说不出口？而那一刻，她又在想些什么呢？他爷爷啊，待会儿啊该吃药了啊。咱们芊芊呐，打小就漂亮，怎么看都看不够，是吧？这芊芊刚出生的时候，就这么点大，长得白白的，就像捧在手里就化的血团子。我当时高兴的啊，把她抱着。哎呀，在医院里见着人我就劝你，啊，这是我们家芊芊，你看看长得多好。这一切仿佛就像是在昨天一样。哎呦，哎呦喂，怎么还哭上了啊，爷爷啊？哎呦，不，我是想芊芊，我是想，是。哎呀，我们芊芊呐，聪明、懂事、善良，老天爷一定心疼他。他会好好的回到我们身边的啊。一定会好好的。芊芊的病会好的，我们等芊芊回家。那个曾经被谎言困住的小女孩，一转头却也成了谎言的制造者。姐姐，我终于明白了，那是种多么残忍却又温柔的保护。